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从座位上起来，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让我们一起用喜乐心来赞美我们的神，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要常常祷告，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再一起去被主爱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疲懒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地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你有喜乐吗？有，我们赞美的时候要喜乐哦。让我们用喜乐心再次来赞美他，阿们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疲懒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疲懒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再次离宣告，开。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疲懒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让我们再次用赞美，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赞美他。我们要全心赞美，一起拍掌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里面没有挂虑，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再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
耶稣，你在经上说，耶稣耶和华听了我们的恳求，耶和华也必收纳我们的祷告。你又在经上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耶稣，求主耶稣你来感动我们，你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随时来祷告，随时来敬拜你，随时来向你恳求。耶稣，因为我们知道你必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圣祈求，阿门。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的磐石上。姐妹，这时候我们要来做一个祷告。你是不是有一些祷告，你祷告了好久，可是好像神并没有回应你，你好像已经快要放弃了，但是你还没有等到那神的回应。各位弟兄姐妹，你要相信神有他最美好的安排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今天就要透过这个祷告，你重拾那你已经快要放弃的祷告，并且我们要用这个祷告求神，让我们可以看见他给你的命令在哪里，他为你安排的美好的道路在哪里。当我数到1的时候，我们一起开口同声，为你这一个很久没有回应的祷告再次来祷告，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3、2、1。亲爱的神，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耶稣啊，我们软弱，耶稣有些事情，耶稣祷告了好久，我们似乎没有听到耶稣你给我们的回应。耶稣，求耶稣与我们同在，求耶稣一定保守我们，耶稣。我们可以相信，耶稣你并不是我们最美好的道路，也求耶稣让我们可以看见，让我们与我们安排里面最美好的道路在哪里。求耶稣你带
告的大能，祷告的力量，世界可以真理，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向自己，直达到你宝座前，与你心事，灵必垂听。让我们再次更多的宣告祷告的大能，祷告的力量。祷告的力量，世界可以真理，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向自己，直达到你宝座前，你的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次来祷告，我们要来相信祷告的大能。我们这次要来为我们迦南教会来祷告，为我们教会可以成为祷告的教会来祷告。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学会祷告，都可以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来祷告，让祷告作为我们教会的根基。让我们用祷告去每日思想神的话语，好不好？当我们数到1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为教会祷告。让我们的教会可以用祷告来作为我们的根基。我们一起来祷告，3、2、1，亲爱的神啊，耶稣啊，在感谢你的祷告，感动这样的教会，感动我们所有的会友，让我们的教会可以用祷告来做我们的根基，让我们的教会可以能够来到这边祷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多的经历在这里。都来主要向祷告。天亲自对我，主要你要让在你中加一个力量，你祷告大能，主要你要让我们改变能力，让我们教会能够翻转，可以成为在整个地区耶稣传福音高明在这一切，都成为我们祷告开始，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会祷告，而且愿意祷告，愿意来服侍。耶稣感谢你，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祈求，让我们再一次祷告的力量，祷告的力量，世界可以真理，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向自己，直达到你宝座前，你的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再次以祷告到他的面前。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里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因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世界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向自己，直达到你宝座前，你的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5到18节，一起来念说：你们要谨慎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阿门。我们一起请我们请嘉光教会詹君长老来讲道，就是他的分享的题目是快乐利他分享的人生，快乐利他分享的人生。当然，今天的程序上有点不解，是不是？好像刚刚应该是我带领大家一起来读圣经，请原谅我，这是第一次，因为我还很年轻。不过，我想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所谓的快乐利他分享，是我在2022年的时候，在我走出忧郁之后出的第一本书，那本书就叫《快乐利他分享》。我记得当时还有给迦南教会100本，但是后来听说不知道书到哪里去了。当然，写书是要给大家看。不过，我想今天利用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说明，或者是分享我为什么会写这些东西。因为刚刚跟你们在聊天的时候，请你们允许我改变我的说辞，就是我准备好的演讲稿。我要做一些修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一生，我们都会碰到很多不易的事情。我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诺贝尔奖宣布的时候，这个文学奖的得主叫莫言，是中国大陆的一位，本名叫管墨业的先生。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在写那个"我"这个字。我这个字大家都会写，但是他说有一天这个"我"，我们每个人这个"我"丢掉了那一撇，变成了"早"。各位想想看，那个"我"如果少掉那一撇，是不是变成了"早"？他的文章写到是说，很多人都在问你要找什么？我们每一个人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在找什么？我们的一生，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当然，莫言他在问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很多的商人说那一点就是金钱，就是生命；政客说那就是权力；如果是明星的话，他说那个叫名气，因为他很有名；军人说那是荣耀，就是我们的荣誉，荣誉是军人的第一生命。但是问到学生，学生说那就是我考试的分数，我找的就是那个东西。但是他在文章上面最后说，当你在这个社会上历练过之后，你会发现那一点叫做健康和快乐。那么我要问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快乐吗？有一首歌，你们应该也知道哈，你快乐吗？那是谁唱的？我也不记得谁唱的，但是我知道有那一首歌。你快乐吗？我很快乐。为什么会快乐？今天的圣经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你为什么快乐？我们在圣经里面帖撒罗尼迦里面5章16、17、18、19节，大家都会念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如果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所定的旨意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你第一个条件就是什么？你要快乐。但是谈到快乐的时候，我现在很多人都说我是嘉义教会的长老，我说不是，我是嘉光教会的长老。当然，嘉光教会的长老之后，现在我已经满70岁了。照我们长老会的法规，满70岁叫做进城退休。进城退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管事，不要再管教会的事，不要管中会的事，不要管总会的事。我想，什么叫不要管？
我不要管，我可以关心吧。所以虽然说进程退休，但是进程的意思是叫你不要管，但是你还健康的活着啊，所以你一定要做事。所以莫言说那一品就是健康跟快乐。这几年网络上流行一句话，我不知道那句话是从哪边开始的。那一句话这样说，告诉我们说，赚钱只是游戏，活着才是胜利，快乐才是真谛，健康才是目的。你看这4句话里面就包括了什么？健康、快乐。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活着，你活着才能做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先活得很健康，活得很快乐。如果你不快乐的话，你去跟人家传福音说你呀信耶稣真好啊，什么，但是一个脸就是土包脸。你说你告诉人家说信耶稣很好，有人相信吗？看你那个样子就是一副好痛的那个样子，你怎么传？当然，我离开职场的时候是在美国100年。离开职场的时候，我也没想到我会落魄成那个样子，因为我是爆肝离开职场，没有办法再上班。所以我那时候开始，我从民国100年一直到107年，也就是西元2018年，我才自己说我不可以再这样子，因为如果再这样子的话，我就是让我的信仰蒙羞。但是那几年当中，我也不住的祷告，祷告什么？主啊，你救我，你让我离开这个忧郁。但是7年，整整7年，我后来我有时候也会问啊，为什么要7年？1个礼拜7天晚上，在我们圣经里面7就是一个整数，所以7年，我整整走了7年。当然，我当时要走出来的时候，我也在问我自己，我还能做什么？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所谓的没有什么，我已经没有很高的职位了。人家哇，总经理怎么样啊，很好，怎么样？好像人家觉得你很厉害。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要用的人不是很厉害的人，而是愿意的人。我当时告诉自己，我跟上帝讲，我愿意，我要走出来。那你要做什么？我想在职场上面，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说，不要找我。有一件事情要找一个人来做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不要找我，主管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都会。我会告诉你们，当我在公司在富邦产险当总经理的时候，公司里面我们的总经理姓石。他在主管在会议的时候，他说我们公司必须要去做很多宣导的事情，就是公司的一些执行要做什么的。当时我们做了一个活动叫做 CPR， 当然各位想到的 CPR 跟我们的 CPR 不一样，大家想到的 CPR 是心肺复苏术，但是我们的 CPR 叫 Whole Process Reengineering， 叫做核心流程再造，也就是说我们在公司整个作业上面，因为有了电脑，有了网络，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去规划我们的作业流程，那个叫 Whole Process Reengineering。但是当时成立了一个小组，总共有5个人。我当时因为是总稽核，所以我不在那个小组里面。那么那个小组进行了大概1年的时间，他们的想法是认为说要做一个 Whole Process Engineering， 那就是要把整个电脑系统换掉。所以他们去找了很多的厂商，包括欧洲的、香港的、新加坡的，人家来报价都是要1亿多少以上，所以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弄。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当时的老板就是蔡明忠先生，他就在一个协理会议报告的时候说，我们如果再这样子做的话，我们要做的 CPR 绝对没有办法做。所以当时指定当时的总经理，那个石总经理，他说：“石总，我看还是你自己当召集人好了。”那因为他知道我的背景是电脑出身的，所以他告诉我说：“曾俊义，你是电脑出身的，所以你当副召集人。”我们就这样子被指派。这个小组成立
找来，告诉他们公司为什么要做 CPR。所以当时他这样问的时候，我就告诉总经理说，报告总经理，因为我到分公司去的时候，我都会跟同事说明，跟主管说明 CPR 要做什么。我以为我很有功劳，没有想到他讲，你跟谁讲？我说我到各分公司去的时候，我都会把副科长级以上的主管都找来，我都帮他上课1个小时以上，告诉他们 CPR 要做什么。他给我的答案是：你乱做，我做的要命，他居然说我乱做。然后他就说 ，CPR 是做 core process， 就是流程最基础的流程。你跟上面讲有什么用？你要跟最底层的人讲。当时公司有2000多个员工，然后叫我怎么讲？所以当时他自己想了一个方法，他说啊，我们公司不是有内部网络吗？来，你们这些主管里面找一个人，每一个礼拜写一篇文章，跟 CPR 有关的文章放在网络上。每一个礼拜写一篇，谁要写？我不知道，如果在当时你们在场的话，有没有人会哪一个人会举手说我来写？有没有？写作文很不好写，不是吗？他是召集人，我是负责人，我们两个他做一边，我们两个做前面，其他的项目的就是有30几个主管坐在那，没有一个人。当他问说有谁要写的时候，我看到前面的这一些一群人全部都在祷告，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这就是职场上最现实的，不要看到我。所以我在那个地方，我发现当他问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在祷告，35秒钟没有人讲话。结果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同事，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名字，叫杨金龙，他是活险业务部的经理，帮你举手。报告总经理，上个礼拜总机额到我们那边介绍 CPR， 他讲得很清楚，我们请他来写。要命！你不讲还好，他一讲，所有祷告的人全部拍手通过，没有讲阿门，全部一致通过。我当时心里想，啊，那也没有，怎么突然变成我没有，不是我的事，怎么变我的事？你至少找 CPR 那5个人嘛，怎么会找我？我本来想要拒绝，没想到我们的总经理转头跟我讲啊，对我们公司总计有响铃，响铃他一听得懂吗？没事的那个人，他们认为集合没有什么事，因为集合一天到晚都是去看你们有没有做，有没有做，所以他认为我很闲，响铃不做，所以他跑叫他来写。我当时本来还想拒绝，跟他讲我很忙，但是他已经说我响铃，全公司我最闲的那个人。但是当时我有一个意念，我突然想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牧师1个礼拜最少要讲到1天几篇吧，现在当然不止了。他们可以讲到还要写是吗？那我只是写而已，难道不行吗？所以我当时就这样子接下这个工作。不过我能够走出忧郁，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是因为当时我开始这样子写的时候，我记得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叫“忙忙忙”3个字。第一个字是什么？我们心死掉那个忙，大家都说很忙。问你在忙什么？不知道。一个忙，下面是眼睛上面有一个忙。然后不知道在忙什么，忙到最后说：“哎呀，我的人生前途茫茫，3年草字头3年水那个忙，所以那个叫茫茫。”当然，我从那个地方开始是在告诉同事说，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利用好的工具来完成你的工作的话，你到最后就是茫茫。当然，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说，你接下这个工作之后，我那时候才开始发现1个礼拜过得很快。你们现在去问牧师，牧师会告诉你1个礼拜过得好快，才刚讲完道之后，下礼拜又要开始讲。当然，那个时候开始，为了要写文章，你必须要看书、看报纸，
这样的经过之后，我也没有想到说，因为我这样写文章，所以后来出了一本书，叫《想活就得变》。没想到变了之后，为了这一本书，星光产险的老板叫我去当他们总经理，我就这样子去当了6年之后离开了。当然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在这里就不再描述，因为我太太说重复的事情就不要再讲了。我在教会里曾经讲过这样的事。当然去了之后离开星光的时候，到另外一家公司去，才发现问题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任何的工作不是看你一个人，其实是看团队。就好像迦南教会要能够兴旺起来，不是靠牧师，靠谁？是靠所有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知道说，原来不是我很厉害。我生病之后离开公司，从此走入忧郁，我就一直在想我能做什么，想那么多年，祷告了7年。但是我也要感谢上帝的是，在那7年当中，我本来已经躲起来了，偏偏我们教会要去开发一个什么叫架构教会的，没有人要去。当时郑正荣牧师问说：“有没有人要去啊？长老10几个，有没有人要去？派2个去。”没有人自愿，就好像找工作做的时候没有人自愿。所以郑正荣牧师就说：“那这样子，教会要设在哪里？龙安街。龙安街住最近的那2个长老去，你知道那2个是谁？一个姓张，一个姓张。彭飞长老就我们2个就派过去了。所以我们一去之后，本来想以为是去那边当兵2年，结果是一去现在10几年还不能退伍。不过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本来如果你在迦南教会的话，大概要像刚刚宋会长老讲的，去参加什么中会、总会的机会很少。但是因为我去了加工教会之后，我们3年，2015年的时候，从支会变成正式的堂会。变成正式堂会之后，就必须要派代理长老，除了牧师，还有一个代理长老，必须要参加总会。当时的加工教会只有3个长老，谁去？当然是退休的人去啊。谁退休？姓张，张俊义就派他去。当然去到那个地方，我本来也认为说，哎呀，反正去就去嘛，坐在那里，反正也没有人认识我，开完会就回家，不就是没事了吗？但是上帝又给我开了个玩笑。虽然想起来是开玩笑，但是我觉得那是上帝他在安排你的一生的时候，你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刚刚我们经典也要凡事谢恩，因为他在 training 你，他在训练你。所以我第一次2015年加工教会变成正式堂会的时候，我被派去当代理长老。当时中会的第一次开会在新竹教会，新竹教会第一次就是要选干部，中会的干部就是议长、副议长、书记、副书记，总委还有一个中委会计，就这几个人。当然，议长、副议长、书记、副书记都是牧师，但是总委长老跟会计长、中委这2个是长老。那一次选到最后的时候，要选中委会计，大家都在问要选谁，因为各教会来的这些代理长老彼此都不是很熟悉，所以我不知道要选谁。但是上帝就那么奇妙，在新竹教会的时候，当时新竹教会的牧师叫郑文仁，他当时是总会的议长，他曾经到我们迦南教会来讲道的时候，那一天我值日，所以我招待他，所以他认得我，而且他也知道我是星光产险的总经理。所以那一天他在那边，大家在选要选谁的时候，他突然一看到我，郑长老，你不是星光的总经理吗？这个最适合，这个最适合。结果一选，我超过半，我中了半。我本来以为说不要理我，不要人，什么都不要来找我。忧郁症的人最怕的就是你不要找我，你不要找我。但是就这样子，开始要参与中委会要参加。我以为参加中委会就算了，没想到说
不对哦，中委会计还要是北大的检账委员，你要去检查所有的机构的会计，所以又变成我所有的这些机构我都要去一趟，所以就在无形中就好像教会里面很多的事情，变成我以前在迦南教会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当站长，所以我都不知道，但是教会变成那就变成每一次都是我去，何况我们教会里面是跟迦南教会一样，长老4年休息1年，我休息那一年当然就没有去，但是只要再出现在那里，我一定会拿选上。但是也从那个地方让我学到很多，我们总会、中会或者是我们包括北大很多的事情，而且我当时还被派去马偕医院当第16届跟第18届的董事，去协助教会的一些。因为他们说你的背景，你是当过总经理的人，你知道教会要怎么经营，所以我就被派去。但是坦白说，我第16届去的时候，我当那个董事，我都是坐在那里不讲话的董事，因为我觉得不要找我，不要找我。但是当你看他们在讨论的时候，你很多的点子会跑出来，我还是会发言。所以这些牧者常常说，不要让张长老发言，他只要发言的话，一定大家都没有话说。这也许就是上帝在训练。当然，一直到2018年我自己要决定出来的时候，我刚刚提到，我不晓得我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因为有经过这样的经历之后，而且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刚刚里面的那一段，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保持心。你要怎么样去脱离忧郁，你就必须要走出来，而且各位知道英文字的忧郁症怎么写 ？MELANCHOLIA， 用英文来念的话叫 melancholia。我一次就把它背起来，是因为我把它念成说没人 call 你，没有人 call 你。为什么没有人 call 你？因为没有人爱你，没有人关心你，所以你会得忧郁症。但是我们是基督徒的话，谁会关心你？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上。既然主耶稣爱你，为什么可以忧郁呢？所以当我要走出来的时候，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在第18节的后半段讲什么？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一生当中，上帝在你身上要求的就是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当然，有人讲说不住的祷告，很多人想，那祷告，你祷告什么？你祷告什么？我在忧郁症的时候祷告说，上帝啊，你救我，上帝啊，你救我。但是我们读到圣经的，后来才知道，不住的祷告不是替自己祷告，而是替别人祷告。那个叫什么？利他，你要为别人祷告。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圣经，我们都在读圣经。但是犹太人除了圣经之外，他还有一本书叫做《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就是所谓的犹太人的致富圣经，就是你要赚钱，赚很多钱的话，你要读这一本。当然，这本书其实他在讲的东西也是离不开圣经，因为塔木德经里面他有这样子讲到说，不会笑就不要开店。第一个啊，各位手机的，不会笑，你会不会笑？会不会笑？他说不会笑就不要开店。第二个是不会赞美别人的，不要开口。意思你只要讲话就要讲赞美的话，所以不会赞美不要开口。第三个，不会说故事的不要做生意。他讲的这一段是，当然这个故事这样子讲，但是我们同时在想，他在这个《塔木德经》里面，他有一个故事这样说：有一个年轻人，20几岁的年轻人，男的，身体很健壮，但是他在当乞丐，在街上当乞丐。他在当乞丐的时候呢，当然各位知道，
知道以色列的拉比就是一个老师，拉比看到他，就过来关心他。年轻人，你年纪那么年轻，为什么在当乞丐呢？年轻人，你为什么在当乞丐？他说：我父母双亡，我又没有钱，所以我只能够当乞丐。这个拉比跟他说：我在你身上看到100万金币，为什么你说你没有钱？100万金币，那个年轻人想：啊，我身上怎么会有100万金币？没有啊，没有啊。这个拉比跟他说：哦，这样好不好？你现在眼睛看得到吗？看得到。那我花20万金币买你2颗眼睛，这样你要不要？卖不卖？我不知道你卖不卖。20万金币，我给你20万金币，然后你那2颗眼睛给我，意思是你就看不到了。那个年轻人说：不行啊，我给你的话我就看不到了。我好，那20万不卖对不对？好，那你现在可以听到我跟你讲话吧？那我买你的耳朵，让你听不到话，我给你20万金币，要不要？我知道你要。然后他当然说不要，因为我听不到话，要怎么生活？他说好，那没关系，你有2只手对不对？我买20万金币买你2只手，把它剁起来给我，20万金币给你。不行啊，不行啊，所以他也不卖。好，那你有2只腿，那买2只脚，我买你2只脚，20万金币，卖不卖？不卖。你看这样子有几个人？眼睛、耳朵、手脚，就是80万金币，他都不卖。好，最后我买你这个人的心，你要听我的，我叫你做什么就是什么，叫你杀人放火就杀人放火，给你20万金币，你要不要？当然，犹太人他们是知道这样不行，做坏事的话没有好报，所以不敢。所以这个拉比就跟这个年轻人讲：你看，你身上这样不就是有100万金币了吗？但是你不卖，各位，这就是你的健康。你身体很健康，你就至少值100万金币了。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但是我都没有钱啊，我这样我还是没办法生活啊。这个拉比就跟他讲说：如果用你的身体去为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可以赚到钱了，就可以赚到钱。这就是利他。当你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去帮助他，你就可以从他身上赚到钱，因为你帮他解决问题。我最近在看的书里面有一本是在讲到日本的经营之圣，叫稻盛和夫。各位知道，他是日本京瓷公司的创办人，同时也是日本政府在他退休之后请他出来整顿日本航空公司的那一个人，所以他被称为日本的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他有一段话这样子讲说：钱不是赚来的，也不是省来的，钱也不是省来的。越想赚钱的人越赚不到钱。钱是你帮别人解决问题之后，人家给你报酬。什么时候你想明白这一句话，你就开始赚钱。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可以去上班，是为什么可以去上班？是赚钱，因为你身体健康，你眼睛什么都很正常，可以做事，还可以判断是非对错，人家才要用你。我曾经跟很多人在讲说，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为什么很现实？因为你没有被利用的价值的话，人家不会要你。公司为什么要请你来给你薪水？因为公司看到你有被利用的价值。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被利用的价值？我们被利用的价值不是人被利用、被人利用，而是我们有没有被上帝利用的价值？我当时思考的是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想说，那我能够做什么？我要走出忧郁的话，我能够做什么？我到2018年的1月13、142天，很好，其实因为13、14刚好就是一生一世，
所以我到台中惊奇教会去上那个课，我们当时的牧师叫我们几个长老去上这个课。那个课里面听到先知为我祷告了2天之后对我讲的话，我把它录音下来，回来听了很多次之后，在那个地方找到我人生的目标，就是快乐利他分享。这几个字就是我后来写的文章。我从2018年4月19号开始，因为我以前在职场上是1个礼拜写1篇文章，离开职场之后就没有写，7年都没有写。后来2018年决定走出忧郁之后，想我还可以写文章，所以从2018年开始，我每天写1篇文章。但是写的文章里面，最后一定要用经节做结束。当然，写了之后给谁看？我在忧郁的那一段期间，忧郁症的人都会把自己封起来、关起来，所以以前的同事、同学、亲戚朋友概不来往。那你要传福音，你跟谁传？所以你必须要踏出去，想办法去又跟他们把他们拉回来，跟他们加赖，写文章就给他们传给他们看，就这样子写。各位亲爱的，我现在已经写了超过2000多篇的文章，所以我开始出书了。快乐利他分享就是在2022年下半年的时候出的，2023年出了2本，不忘初心，爱你所爱。接下来就是一灯照你，万灯照你。下个月准备要出的那一本，叫做道道道。第一个道是道理的道，我们所信仰的道。但是这个信仰的道，你必须要在你的人生当中要那个循规蹈矩的那个道。第2个是就要开始在那边测试这样的，你要去做很多的训练之后，你才能够到达。所以第3个字是到达的道。第一个道是道理的道，就是你的目标；第2个道就是你循规蹈矩，照这样的上帝安排的去做去领受，之后才能够达到。所以那叫道道道。我会送100本到江南教会来，你们自己去买。我这次不送，因为上一次送的时候不知道到哪去了。但是买不是跟我买，你跟教会买了之后，那个钱是教会的，1本300块，我先做广告。不过这个地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一生当中，其实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记得以前在江南教会上这个主日，不是主日，就是我们主日礼拜的时候，牧师就在讲，基督徒没有悲伤的权利。我当时讲，不可以悲伤，你碰到问题也不能悲伤吗？基督徒没有悲伤的权利，因为你有上帝可以靠，有耶稣基督来爱你，为什么要悲伤？但是，尤其我们刚刚读的经节里面第18节的上半部写的是什么？凡事谢恩。我遇到很倒霉的事情，为什么要谢恩？为什么要谢恩？我应该跟上帝 complain 吗？怎么会要谢恩？但是这几年我很深的体悟，我常常跟人家讲说，顺境，上帝给你顺境的时候，是在你顺境的时候是要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我们如果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那就叫顺境，是不是？但是你要得到什么东西，你又得不到的时候，你就说那是逆境。其实逆境、顺境是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逆境是让你学到你不会的东西。忧郁的期间，对我来讲那是逆境，但是走出来之后，我才发现那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让我知道什么叫抑郁症。虽然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得抑郁症，人家问我的时候，有时候我讲不出来，为什么讲不出来？因为讲不出口，很伤心，什么一大堆的事情，所以你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不过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在你的生活当中，你随时让人家看到你非常快乐，
所以说要常常喜乐。然后你能够做什么？你能够帮助别人做什么？你能够帮公司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公司就请你，然后给你薪水。但是你跟同事、跟你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够帮他做什么？你能够帮他做什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蛮好玩的事情。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很早了啊，我突然发现我跟我老婆结婚快5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我太太从乡下嫁到这边来。我不知道，如果你们是小姐的话，结婚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心里忐忑？我们在地干这个留下啊，会不会？所以我太太也一样，从乡下到我这边跟我结婚之后，她偷偷的自己拿着八字到桃园的林正山去算命，算看地干这个的后果。结果林正山就给他一张批出来的这个好还是不好？他后来拿给我看，还不错，夫良，这个账算好的，夫良子先案，子先案女嘛，好像要生孩子很痛苦，所以我女儿生很久才生出来啊。我们结婚第4年才生出来，但是生出来她之后，詹庆浩等不到10个月，砰就跳出来了。所以我跟他们2个是小学同学啊，1年级的时候，2年级是同班同学，大家都以为他们是双胞胎，其实不是。当然，他看到子先案的时候，他也很担心。不过当时我们小组都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后来果真就生了先生出来。我们也因为这样而受洗，我太太就很愿意我们一起受洗。之后呢，我们的生活就是要来教会，礼拜天来教会。也因为这样子，我在教会里面受洗了。受洗之后2年就被选为执事，选为执事之后，1985年被选为执事，1990年就被选为长老。所以我长老做很久了，退休了，我已经退休了没有错。但是长老是终身制，所以你只要被封立为牧师，你就是终身制牧师；你是长老被封立，你就终身都是长老。长老就要做长老的事情。当然，这个之后，我太太子先案之后，她还很注意下面的字，下面写的是“带财库”。带财库听得懂吗？我太太她当时在想你的意思说，我从乡下嫁到这边来，我也没有什么嫁妆，也没有什么财产，我怎么会带财库？结果这几年，因为我忧郁症走出忧郁症之后，我一直觉得我必须要很快乐，不止我自己快乐，我要让太太很快乐。所以我现在学一招，偷偷教你们啊，太太只要想要用钱，你就要自动的奉献。去年2月，我太太因为那个就是脊椎的第4、第5节叫做什么错开嘛，然后所以去手术。手术的时候，医生就跟他讲说，你不可以提重物，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样。所以从此提重物都是我的事。我们家里只要做是重要的，都是我在做。所以我现在自称我是挑夫，因为重的都是我在挑，所以我是挑夫。那刚刚提到财库是什么财库？买菜我要跟他去，我要拉那个菜篮子啊。那你跟太太的关系要怎么样让他你快乐，他也快乐？你要心甘情愿的做，你才会快乐，对不对？所以我就学习了，就心甘情愿的跟他去。以前我从来不猜菜市场，我带他开车到菜市场，他去买菜，我车子就开到旁边去，我就在车上看手机。现在都很快，车子停好之后，我都陪着他去，拉着他就去了。然后他买什么都是我弯腰去拿，不是他拿。他因为他不能弯腰，不能提重物。当然，
这个还不是财富，重要是他要买什么东西，我都会自动掏钱。他去买衣服，哇，花了多少钱，我马上就掏钱。所以他现在称我为财库，终于知道什么叫带财库，不是他身上带财库，是我就是他的财库。当然，这样的话，家庭生活就不一样。当然，快乐，然后你要利他，也是服侍我太太。当然这几年，我上次在嘉公教会的时候，听到陈世林传道，他在讲道的时候提到说，我们在讲11奉献，其实不是11奉献，11奉献是第一个11奉献是给上帝的，那是教会的。第二个11奉献是谁？那个第二个1/10是要用在你身边的亲人，还有1/10是请你的朋友吃饭。所以你们如果想要吃饭，可以来找我，我可以请你们吃饭，因为上帝给你的祝福更多。我走出忧郁之后，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因为我要去传福音，我去传福音，你就是要找这些，包括我的同学，所以我会定期就是去找我以前的同事，包括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学，我都会去找他们。当然，你不能一去就跟他们谈传福音，不用的。加赖，他每天就不得不看我的文章，然后定期一段时间我就去找他们，一起吃饭。当然要去吃饭的时候要花钱，很多人讲花钱，觉得钱好像什么，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当你很快乐的去做这件事情是利他的事情的时候，上帝很奇怪，他自然就会给你钱帮你补齐。我已经没有上班了，我已经退休了。我也没有炒作股票，但是我手上的股票，它居然股票一直上去，很奇怪。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不需要说想过脑袋要去赚钱。我刚刚讲说，稻盛和夫讲的，钱不是赚来的，钱不是赚来的，也不是省来的。你越想赚钱，越赚不到钱，因为钱能卡，人能卡，钱不卡，钱细卡，追不到。最好的方式是让他来追你，所以当你利他的时候，他自然会给你。当然，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有时候很多人在讲财富，你们会想到财富的是什么？就是很有钱。我以前的老板，蔡万才已经过世之后，他的大儿子蔡明忠现在是富邦集团的他的董事长。最近我看到杂志上在写说，我们台湾目前最有钱的，有12兆财产的，就是富邦集团，台湾最大的集团。如果是算个人的话，蔡明忠是台湾第7个富翁，他的弟弟蔡明兴是第9个，他们大哥蔡明忠是1710亿的财产，他的弟弟是1680亿的财产，用得到吗？告诉你，用得到才是财产，用不到的叫什么？遗产，不是吗？那你赚那么多钱干什么？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蔡明忠在上电视接受访问的时候，那个主持人跟他讲说：“蔡董事长，你现在事业做那么大，赚那么多钱，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我没有想到蔡明忠会讲那一句话，那一句话我把它当作是他的名言，但是对我也有很大的提醒，因为他讲说，成功如果没有快乐，就不算成功。我不知道你们以为有钱就很快乐吗？我在忧郁的那一段期间以后，回想我以前在我职场上刚出社会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同年纪，他早我40天出生，我们一起退伍回来，一起去找工作。我在富邦当协理的时候，他开创了一个叫做宝来集团，叫怀文正这个人。但是他在2008年的时候，他搭飞机到澎湖去，不是去旅游，而是去第2天跳海自杀。
身家有40几亿财产的人，居然坐飞机去那边跳海自杀。当然，这还是其次。我所知道，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是，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湖南那个地方有一个集团叫永金集团，永金那个金子是这样涌出来的，3点水的那个永金集团，他们那个老板叫魏东，他在41岁的时候，各位41岁是正强壮的时候，41岁的时候，他在北京的丽水从13楼跳下去，跳下去的时候，他身价200亿，我不知道200亿是人民币还是台币，但是200亿的身价，他就这样跳下去。你看看，所以他有没有钱？有，非常多的钱，200亿，但是他不快乐，跳下去。所以蔡明忠讲说，成功如果没有快乐，就不算成功，是不是？我记得我们在台湾也有一个例子，陈水扁被抓去关的时候，他的儿子有一天去探监的时候，手上拿了一本书，那一本书是我们长老会一个牧师叫王阳明牧师他所写的。那个书的名字叫什么？穷的只剩下钱。各位知道他为什么被关？因为他贪了很多钱，所以他拿那本书去送他爸爸，写的是穷的只剩下钱，他被关在那。那我们基督徒真的需要那么多钱吗？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健康快乐。所以今天的节目告诉你们，我们要常常喜乐，这个祷告，凡事谢恩。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会写的第一本书就是快乐与他分享。各位，你们都还很年轻，在你们的人生当中，你一定会经历很多的事情，但是不要忘了，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上帝在你身上必然给他美好的旨意，在我身上得平安。我这几年到现在，也有很多人问我说：“啊，这位长老，你怎么没有去读神学类？”我说：“我当时满脑子只想赚钱做事业，我哪有时间去当牧师？”不过我现在好像人家有称呼，我的同学都叫我牧师。为什么叫我牧师？因为他们不是每个礼拜都出去讲道。我说我不是出去讲道，我只是把我的经历跟大家分享。所以在惊奇教会那个先知告诉我的是说，你必须要把你会的、你经历过的、你能够有的，去跟人家分享。我能够分享什么？那就是主耶稣的救恩，主耶稣救恩。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你碰到什么事情，记得耶稣就是你最大的朋友，最好的朋友，他随时在帮助你。你的祷告不是只有为你自己祷告，你也在为别人祷告。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上帝的福气就在你的身上。所以最后我也跟大家讲，我们通常会讲幸福。我们很喜欢猜测幸福这个幸跟辛苦的辛差在哪里？辛苦的辛是上面一点，然后下面一只羊，上面一个木板，上面一个石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很幸福。但是幸福的幸是什么？把那一点改成十字架，是不是就幸福的幸福？幸福是什么？因为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用爱当起点，你就会很幸福，因为你会做得很快乐。所以我也常常跟大家讲说，我很喜欢大哥家里面那个有一个长老写给他的毛笔字，上面写的是只有12个字：上帝是爱，爱就是给，给就是福。还有福这个字，你也把它拆开。幸福的福，右边是什么？一口甜，有没有？一口甜就是什么？以前在农业社会，你只要有一口甜，你就可以种，就可以生出这些，不管是水果还是稻米、菜啊，你都可以活着。所以一口甜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社会的话，现在都是房子很多，田很少，没有办法种，那怎么办？所以去上班，上班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就是你的一口甜？你有被利用的价值，公司就拿钱给你，有钱给你，你就可以养家活口。所以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有福气的人，那我们就是要快乐，利他，分享。愿上帝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世间来体认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能凡事谢恩。在感恩当中，我们能够用喜乐的心，让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荣神益人。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让我们再次用这首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喜乐的心，让我们可以用喜乐来帮助他人。我们一起来用这首歌作为我们的祷告。你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里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世界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向自己，直到你宝座前，你的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世界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向自己，直到你宝座前，你的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成为我们的帮助者。我们也祈求主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引导我们的路。愿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的慈悲怜悯、圣灵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引导者，让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行动，回应神的恩典，为主的圣工所用。一起来用这首歌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的神，以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就有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有我一生。亲爱的神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透过詹君长老的口，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就是要健康快乐，而且要利他利人。谢谢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子丰富的领受。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才能、时间作为圣工所用，愿主你悦纳。我
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祈求，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们最后呢，来赞美我们的神，不用常喜的那句。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你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你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在高天天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涸的心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福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活着就是要喜乐，对不对？阿门。对，所以我们现在要用我们的身体来跳舞，来赞美他。我们请我们的敏媛跟那个子君来示范一次哦。好，踏出你们的右脚。好，等下常常喜乐，然后左脚要抬。好，然后左脚再踩一下，然后右脚再踢后面。好，就这么简单，右左左右，右左左右，记住这个哦。好，我们现在配着歌唱一次哦。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我跳起来，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现在呢，我们可以的话，我们来前面围一个圈，好吧？我们把手牵起来，让我们一起来跳一个喜乐的舞蹈。来，我们一起围一个圈，把手牵起来。来，这边，来这边。好，我们一起把手牵起来哦。这边也可以，后面也可以，这里。好，等一下就像你。好，来。那我就向左边，向你的右边转了，我们一起来跳一起边唱歌边跳舞，往右跨哦，右左左右啊，往右跨哦，5、6、7、8，常常喜乐，向主高歌嘿，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靠近，手再一次举起来，嘿，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嘿，抛开一切忧虑，嘿，放下一切重担，嘿，都走出你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喜乐满怀，再次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心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福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福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
喘一下，呼吸一下，然后我们来祷告啊。对，好，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有美好的夜晚，有君玉长老在我们当中，用君玉长老他的在教会成长的历程，还有在社会当中他所经历到的，与我们在座的每位年轻人来分享。也愿上帝透过君玉长老所分享的生命的见证，再次激励我们每位年轻人能够活出生命的美好，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让我们能够爱人如己，也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来荣神益人。也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孩子，以及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也特别祝福君玉长老以及在嘉光教会的服事，能够有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祝福满满。我们同心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回座。好，大家好，那就是我来报告一下，对，就是我。我是木轩，我是直直撞的小组长。那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叫胡浩成，他是新颖的朋友，我在那边，来我们拍手欢迎他。旁边的可以跟他握个手，跟他打个招呼哈，对，欢迎他。好，就是我们招待请送他那个新朋友的小礼物。那我们接着报告。好，感谢那个嘉光长老教会的君玉长老，就是于今天来最后礼拜为我们讲道勉励，我们谢谢他，拍掌，谢谢他。好，谢谢君玉长老。好，那接下来继续报告。好，6月9号到6月10号是我们的青年牧区同工退休会。那如果你还没有缴那个代收代办费1500块的话，请在4月27号之前交给我们的宜芳或是慧璇。那今天今天慧璇没有来，宜芳在后面，在那边那个地方就请交给宜芳。好，再来那个 Kimo 的探索之旅，就是童工招募要开跑喽。那如果你要报名童工的话，请扫这个 QR code 连结。那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暑期的阿卡佩品格夏令营。那的题目，那 Kimo 就是我在想应该就是 Kimoji 它的那个翻译吧，因为所以它里面呢就是会有它这个品格营会教到我们很多的情绪，像恐惧、生气、悲伤、讨厌跟喜乐，它会就是用这样的主题去包装起来的一个营会。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有感动，请你就是为这个营会代祷。那如果你有就是学生的，就是认识的学生，可以邀请他一起来参加，担任童工。好，在瘦肉粥接力赛完结篇。然后我们先看影片。今天要一次揭晓瘦肉粥跟鲍鱼粥2关的内容，其实都跟前面的关卡一样，看名字就知道了。瘦肉粥的 “so” 就是非常的意思，肉就是肉肉的，很长的意思，所以这关就是要在很长的距离之下跟我们的关主完成对打3下才算过关。这样一来，前面4关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主办单位会帮各位参赛者分成4人一组，每个人负责其中一个关卡。当你们各自展现自己擅长的技术，接力突破前面4关之后，一起来到最后1关鲍鱼粥。在这关要有第1个人负责发球，第2个人要在球过来的时候跳起，让球从胯下飞过，第3个人要负责用球拍接住，传给第4个人负责把球击回对面，就完成这关了。因为在挑战过程中，第2个人要一直跳，如果4人没办法有很好的搭配，他的比目鱼机就会爆炸，这就是所谓的鲍鱼粥。好啦，接力赛的关卡内容都已经公布完毕，别忘了我们还有2人默契对拍的竞赛以及正式单打赛，也准备了厉害的奖品等着大家。报名即将截止，再不来报名，主办单位就要拿着奖品去吃大餐了，千万不能让他们得逞。好，猜不到哦，真的是很难哦。有人猜到啊？鲍鱼粥跟那个真是太难了，对。那个我们拍了快半个钟。OK， 那就是如果因为我们那个乒乓球的这个乒乓瘦肉粥这个活动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叫什么趣味竞赛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有觉得好玩有兴趣，就是请你2个人组队一起来报名。对，如果你如果报名人数不够的话，我们就要拿经费去吃大餐的。对，请阻止我们做这件事情。好，来 ，OK， 来4月27号礼拜六
对，明天就是下礼拜，然后有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是我们的那个杨宗生牧师，就是台中美孚教会的牧师要来我们教会做信徒造就3的课程。那晚上6点到8点就是周六礼拜的时间，就是杨宗生牧师我们的培灵会，那就是请大家就是下礼拜记得要来参与这样子。好，那江南教会位于就是我们明年就是我们的60周年，那我们要出版纪念特刊。那今天的那个周报啊，里面还是有一张的那个问卷。那如果你对那个就是60周年的特刊有什么想法，或是你愿意担任同工的话，就是请可以来填写这个问卷。那我们就是给我们60周年特刊委员一些回馈。然后如果你有填写问卷，我们有准备300份的小礼物。那时间是到明天为止，那也是到送完为止，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小组时间。那今天直直状的位置不太一样，直直状会在那个地方做小组。那佳期呢，就是也是在原来的交易厅那个地方小组。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小组时间，我们彼此请安，去参加小组。